中的陆军10军团有2个士官一氧化碳中毒死亡，其中29岁士官的家属认为是另外一个士官要自我来了结，伫寝室放这种一氧化碳的钢桶，才连累伊嘛对咧死亡。所以家属对这个已经过身的33岁士官提出着杀人的告诉。也阁有迄桶钢桶遐尼啊大桶，为什么会当炸入去营区的寝室呢？家属是要求军团来查。军团伫前一天已经承认有疏失，再去一透早嘛派人去慰问。妈妈受到后生枉亏死，是哭甲真伤心。家属质疑就是说，为什么那个钢瓶弹可以带进去？还在调查中。10军团派人到彰化安慰29岁姓陈士官的家属，针对钢管仔是为倒来，现场的人员无愿意透露细节。严格前一天，军团承认在安检的过程内底有漏交，已经进行调查甲检讨。妈妈，你是不是希望军方也给你们一个交代，对不对？当然希望啊。我是妈妈。29岁姓陈士官的老母嘛，希望军方会当调查真相，尤其受到后生技师去互想袂开的室友牵连来过身，是好甲袂讲话。我一个小孩子，前一天还跟我吃饭，然后12点多要跟太太联络，竟然是这样的结果，我不能接受。姓陈的老母讲，伊后生阁有2个幼囡仔爱饲，出代志的前一天，阁有和伊的看守来联络，认为讲伊未有想袂开的举动，怀疑是伊的室友33岁姓陈的士官，疑似是因为工作的压力伤过大，透早伫网络顶悬买钢管仔入去营区造成危险，所以嘛对33岁姓陈的士官提告杀人罪。姓陈的老母更加要求军方爱查明真相，是安怎会用炸遮尔大支钢管仔入去到营区？安检的过程内底出现漏交，这是安怎造成的？这个疑问都希望会当赶紧得到答案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